Hello， 大家好 ，A 空好家園阿唐，歡迎大家收聽我哋 A 空好家園嘅頻道啊。咁啊，木馬湖第二集啊，咁啊拍呢個咧90棟至到93棟嘅產品，咁啊2梯3伙嘅，每一棟樓咧密度非常之低嚇。咁啊呢個積咧就126平方雙龍抱珠蝴蝶型嚇，咁啊大4房嘅單位喎嚇。咁啊一棟樓咧就只有一條腿01號單位嚇，全部望晒靚仔嘅花園咁樣嘅嚇。咁啊呢個咧就創意嘅樣板間嚇，咁啊交樓咧個質素非常之高嚇，咁啊精裝改造咧無非就係封窗啦、整啲櫃啦，咁其他冇咩嘅嚇。咁啊就似呢一個廚房嚟講咧，已經係幫你做咗開放式嘅廚房㗎啦。咁啊交樓標準聯動趟門幫你做好晒嚇。咁啊大家睇個空間感係真係掂，126平方1300幾尺，佢個廚房十分之大嚇。咁啊呢度咧就玄關櫃嘅位置啦，大家睇到。係咪好大隻咧？係嘛？有面窗係嘛？收納空間十分之強嚇。咁啊呢度咧就大廳，哇對形廳嚇。咁啊無可否認啦，個露台咧褪咗出嚟咧，封咗窗之後咧，你個廳係真係非常之大嘅嚇。咁啊最主要咧望翻個景觀咧，就係園林景嚇。咁啊樓間距咧都非常之闊啦嚇。咁啊前面咧就係89棟同埋呢個92、3棟嚇，唔會遮擋嘅嚇。好，咁啊翻返個鏡頭欣賞下，哇個深度都好深㗎嚇，個開間做得好啊嚇。好，咁啊睇睇啦呢一邊先。嗱呢度咧就工位啦嚇。嗱送咗個飄窗之後咧係非常之闊落嘅，點轉身都得，係300斤都得嚇。咁啊一體盤我最中意呢隻，易打理，容易抹啊嘛嚇。收納式嘅鏡櫃有 LED 燈帶。咁啊呢度咧就馬桶區嚇，個闊度咧都夠嘅喎，係嘛？好，126平方4房單位，第一間房陽台房嚇，幾大嘅空間係嘛？呢間房咧就7.5個方啦嚇，75尺到咁樣嚇。好，第二間房啦，嗱大家睇睇係嘛？做咗啲櫃咧，依然都有咁大嘅空間嚇。啲櫃咧，大家睇到係即係設計係真係做得好嚇。木馬湖咧嚇。專門邀請咗香港嘅設計師嚟做，啲用材用料啦、啲設計啦、圓角啦各方面啦、流水線咁樣嘅，做得好嘅，可以攞翻呢一個咧方案，直接揾翻做櫃嘅公司去做都得，同木馬湖攞呢個方案啦，呢個方案 OK 嘅嚇。好，兩邊開，成間屋咧就睇到係非常之大嘅嚇，呢個積嚟講係真係非常之受歡迎嚇。咁啊92棟、93棟嘅01。性價比係高啲嘅嚇，咁啊呢間房咧係用咗呢個露台嘅一半，咁所以講係多咗兩面嘅收納嚇，咁啊呢度有收納啦，呢度又可以做個工作台啦嚇，咁啊當然如果你話呢間房我唔用呢個主露台嘅空間，其實都大嘅，從呢度開始計，哇呢個空間都好大嘅嚇，1.6米、1.8米嘅床完全 OK， 而且都可以做衣櫃嘅位置嚇，咁所以講咧。睇你自己啦嚇，精裝改造嗰時用唔用呢個主露台啦，係嘛？好，咁啊主人房啦，嗱主人房咧就3段式嘅，佢唔係鑽石型嘅嚇。咁啊呢度咧咁啱個位置係可以做到咧浴缸嚇，啱好個闊度夠嚇。咁啊主人房係最享受嘅地方啦，係嘛？咁啊退休一定要咁樣嘅房嚇，接近咧200尺咁啊。無非就係背景牆啦，做一做啊，咁啊擺鋪靚仔嘅芝華士床靚好多，最主要有救命鐘啊嘛嚇。好，咁啊呢度幾正一連廊係嘛？係咪好正咧？呢啲設計好貼合啦嚇，而且唔會影響個採光係嘛？咁你又翻去大灣區咧，享受咁大嘅1000尺家，稍為10零萬去點綴一下，裝修下。整翻啲家私家電嚇，我諗咧你如果精裝改造搞得靚嘅咧，我建議翻咧我哋個家私家電節現啦，你自己買靚仔嘅啦，唔係配唔到嘅。咁啊，歡迎大家攞住個數啦，係咪？好，咁啊126平方咧，90棟至到93棟咧，我哋都揀精選單位俾大家。
作為一個參考咁樣嘅嚇。好，咁啊90棟嘅3201嚇，咁啊呢一套咧就頂樓啦，因為下面嗰啲全部賣晒啦嚇。咁啊呢套咧126.4平方，折實嘅總價1269859嚇。咁啊仲有一套咧就係91棟嘅3101，咁呢套咧就係鳳凰層嚟嘅。咁啊面積咧就126.4平方，折實嘅總價1291399嚇。咁啊92棟嘅01咧全部賣晒，一條腿01，32套全部賣晒。93棟有個3101都係鳳凰層，面積咧126.46平方，總價折實1181421蚊嚇。咁啊呢個126咧，因為咧90棟至到93棟咧就01只有一條腿，所以賣得比較快嚇。咁啊有啲咧就123咧，佢就覺得咧細咗少少；143咧，佢就覺得大咗少少。咁所以講呢個積啱晒大家嘅。咁所以講好多深圳客就揀呢一個積啦嚇。咁啊我建議翻咧就一步到位啦，直接143啦，143啊真係你係正一大橫聽啊嘛嚇。好，一個。嗱呢個咧143平方，0203咧都係143平方，獨門獨戶嘅嚇。咁啊大家睇到呢個空間咧就唔會有人經過自己使用啦嚇。好，143平方大橫廳4房，超級大4房嚇。咁啊呢個咧大家睇到嘅就發展商咧做咗個精裝改造嘅展示，大家可以參考翻。玄關櫃咧夠長夠闊落，見使嚇。咁啊鋼質門智能鎖咧都會比前面嗰幾期咧靚仔好多嘅嚇。好，睇個洗手間先，3段式嘅。嗱呢個咧就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好正好大，質素好高，手工都非常之 OK， 係抵讚嘅嚇。好，咁啊入門咧就第一間房嚇。咁啊呢間咧就陽台房，大家睇到做咗個衣櫃，呢度仲可以擺個1.3米嘅床，完全 OK 嚇。咁啊90棟同埋91棟咧可以望到湖景，但係92棟、93棟咧個性價比更高喎嚇，落樓都可以睇到個湖景，咁啊慳翻啲錢，整靚仔咧都係 OK 嘅嚇。好，6米嘅大開間大橫廳，嗱褪咗個窗出嚟咧嚇，封咗窗放大咗係十分之誇張呢個空間，真係咧十分之誇張個空間，哇！即係難以想像咧香港住咁樣嘅1600尺。你物業費都去到5-6千蚊啊，係嘛？咁啊呢度咧做呢啲櫃好靚仔啦，係嘛？咁啊呢度做咗個電視櫃75寸一擺，哇！你想象當中喺呢度咧坐住梳化睇住電視幾正嚇。好，咁啊呢度就餐廳區啊，做啲餐台櫃，哇，非常之正，大家可以參考翻，攞翻圖紙抄翻佢做都係 OK。廚房空間。開放式廚房，嗱呢個交樓標準嘅聯動式嘅趟門啦 ，U 型嘅設計，非常之飽滿嚇。好，咁啊呢度個次露台望正一線湖景嚇。咁啊依家90棟同埋91棟咧望湖景嘅單位就少啦，92棟、93棟度多揀啲，歡迎大家咧同我哋攞真實嘅燒控嚇。咁啊睇翻邊隻仲有嘅，馬上計價。啱嘅，傾好嘅，出團實地考察嚇。好，幾正，係咪好誇張咧？睇個內籠先。好，第二間房啦。咁啊呢度咧1.8米嘅床，因為食埋個飄窗，幾正啊！呢鋪床，哇，又有衣櫃，又有工作台，係嘛？移動式嘅排插啊，呢度可以擺書，下面仲有衣櫃。呢個設計真係得咯！嗱，呢板冇味啊，建議翻攞方案咧，而家攞埋佢牌子，呢個板木材嘅牌子啊。好，第三間房，哇，一線湖景，十分誇張。啲背景板咧，佢搭得好好，啲背景板真係搭得好好嚇，呢種膚感啊，真係好正咯。LED 燈帶係嘛，好得啊！即係新式嘅設計咧，真係唔同。最主要抌本攞咗設計方案嚇。好，主人房對流嘅嚇，先睇睇個休息空間先，幾正啊，係嘛？喺呢度辦公嚇，呢度瞓覺望住個園林景觀係嘛？啊呢度仲有個衣櫃啊，
整靚包包，一入門就睇住幾好啊！收納，哇，真係做得好強，收納空間真係得，係嘛？呢度仲有一橛，係嘛？哇，真係咧不得了啦！住呢個143平方，1600尺化妝台嚇，呢度整啲名錶包包，係嘛？幾正一擺，望住個湖景，哇！再嚟呢度啊，整個浴缸，其實呢度啱位嘅，整個浴缸呢度飄窗，哇，係好好。智能馬桶啊，同大家講啊，智能馬桶一體盤幾正，最主要佢係咧獨門獨戶雙露台，再加埋大橫廳啊，咁啊呢個積咧簡直喺林森片區就係無敵嘅啦，唔會太大，亦都唔會太細，最主要個價錢嚟講適中，可以咁講嚇。好，咁啊俾到精選單位大家參考。5期90棟1202嚇，咁啊面積咧143.27平方，折實總價1715501蚊。仲有一套5期91棟3103，面積咧143.27平方，折實嘅總價1615140蚊。仲有一套咧92棟嘅3003，面積咧143.28平方，折實嘅總價1473619蚊，仲有一套93棟嘅2602，面積咧143.34平方，折實個總價1487762蚊，非常之正。咁啊，由此可見咧，92棟、93棟咧，真係可以慳翻唔少錢喎，真係可以慳翻個精裝改造嘅錢喎，係嘛？咁啊，當然啦。貴有貴嘅好啦，日價空間大啦，同埋自己嘅享受唔同啦嚇。咁啊呢個樓盤嚟講，大則有，細則有，係嘛？就交樓時間要等少少啫嚇。咁啊其他都唔係問題嚟㗎啦嚇。質素啊，符合香港人嘅高質素啦，位置啦，衣食住行樓下有啦，有交通到口岸啦，全部都係有晒。喺呢個花園度，你話打籃球，籃球場，你話網球。羽毛球全部有晒，踢足球都有嘅，咁所以講咧，佢所有嘅硬件嘅設施，100萬方大盤，所有嘢都俾到你嘅嚇。咁啊，木馬湖十分之精彩，放眼整個大灣區，地鐵1個鐘9000零蚊，900幾蚊一尺，帶埋精裝修，邊個可以做得到？為咗林森片區可以做得到嚇。咁啊，如果你話1萬蚊預算嘅，想要帶裝修嘅，林森片區直接揀呢個盤 OK 啦，其他嗰啲可以講。唔使睇啦嚇，674000605嚇，出電影啦，拜拜。